比现在说。私人的歌都是歌，主人可老没事。主人可以的。一般年轻人是大家就是你这个对下个不跟着累对下个宁些日归了嘛，挺些用过嘛的。我这什么这那上这话这是哪个？那是不是？一般比现在啥光嘛？对，根本不去，这白比会儿弄去了个就对了噻。就对口对讲的对。宁讲嘛，讲嘛，哦，现在也是现在我这个那边这个是哪个？这我是只是讲没完，一毛多2块钱吧。我们生活嘛。一毛一个里面说话就是讲个这个是哪个？这个一毛多2块钱。这一毛多没个呢？营养化14几的。营养住家营养着。住家营养着。这年轻人家还是。该说八卦那几了，讲大都是讲的2亿的不得是往的，比起是那个您看他是个穷苦那个水这个那个活过来一把些个都挺啥这个，啪啦个是把些营养的在这些。该说话那几个叫嘛？跟去不是穷苦的那个。搞得比起是不对。别人去讲嘛，那一把个。等大家说你是都打起把嘛，都是把别的呀给讲讲一个。你们吃回鸭子是吧？是当然等到这个。不花的那个，这是不花椒嘛？这是不花椒呢，这不要花的那个是当然去年用的花。那都不咋见那不会弄的。讲那路你不可。跟豆知道了，这是个木头是那不是个。后你们上。后你讲嘛是不是吧？不花的话，个门铺个那山个嘛就山苦点了，个嘛头都不觉得的。下面是可是吧？不爱讲。不爱讲，现在你给讲10多年了，反正。我这后边儿把老人这个周呢。这周边儿过去都这微婚的，搞不着讲都要么是的钱。最没事个听到没事了嘛，回头都来了，回头这周没事这个都直接把这花过来没听。好嘞。我感觉不把那个可，这些。他会是手里边弄嘛？是那周不太要那个干啥把酒公开嘛，他就是到那都是，没干事你别，都本身嘛个那这头身都啥的，往娘给其实什么，一个新工的去见到没得来呗，真的好像真正的打发出来，不都是打起来。我也有黑山，你主播对讲，这个现在山峰光啥个不叫事，这个你八卦的对讲嘛的，这一搞那个你不对讲啥装的，我那个把它讲。都可是这嘎子没是讲没。嘎子个主讲没是讲没，这沙庄没头沙庄这个4年都主讲，这家门都那嘎达讲的。哎呀，这个沙庄是嘎呀。都感觉今年，现在都一天个最多。因为给你营养系统就那苦，我主要花了主要苦了嘛。花了主要苦的是后半年用苦都去那个放乡那个就是胡乱呗，啥个点啥料容都包，去今年这还是回来一个。对啷着？是根儿别个上沙包是不跟你沙包，跟今年是到那皮克前面都抓起了没？咱们那河坝是这块河坝边都是带信阳这个家了吧？破这点儿破这家那个微风挺红的。就只有收到河坝那事儿了嘛？到都听到带信阳嘛，都是啥了过噻？那个以前的话那个，全部都花了钱的湖旁那把这个你苦的多路哈，用苦些都感觉可不给你弄了。这人你可不可分微分的光着？弄那是也是。光都如果弄那卡了，卡了，都抓的2半了没得。听着河坝的。河坝的那个破的微风嘛没抓了这个些。挺好玩。听说我看你沙山那个东西嘛着。啥事都像你不给你哪个讲没你话术不给你。你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哪个讲给你整，这个都整给你个微风你些都哪个讲没？这个慢全部都那种都被出年了，这个给的是被出年，你我都你沙包的，你别看这个都吃完了。听你沙山那个东西嘛着。要么那个说这个都没得跟你讲沙包是人大个可能嘛。新人沙包、往日沙包、吃沙包。你开始给打个比如是。这都这可能老早开始跟大家都引起么大家去年这个主持人碰上能讲的那。引起而且都阳光没得的。我新人沙、往日沙，他专门吃3个猪土点子弄来，这个3个猪这个营养就属这种中营不讲听我说，中营不讲是那个不可能不拉过去嘛着，47讲那个啥那个，该去你3个享受时间多了过块儿过了，这个你上可能时间就可能你啥多边都不可能吧。这个有些人都那儿了没得，没吃到那个苦瓜，都听你让几家儿了没，不可能他了没。那为啥些人苦瓜和气都是给我抓假了啥的？问题是听你抓了没？些人两转是，这啥人抓了没的？听你大人让几我都不还啥了没？早没啥都听你累对姑娘，以后啥你不想烦那个姑娘。全部不会了，真的。就是啥事给你开始给他开手机那个。这个还不错的。这新人啥时还可是都维护嘛，还是在里头啥，还是听你这3个相处都弄了没得。听啥也弄没得。那个我们营养餐，毕竟咱是个营养餐，过日子花吃了很多钱过。
还是哪个子华南吃了还是？我记不过，别去送给华师是送给华师还是年前给啥对的可以可以。就营养了，营养了这个黑山两回啊。哦，2回啊。这就减去营养了。你看你估计你个儿多你一回啊，住家呢，楼华南呢，住家华南，这个呢要呢阿家军队弄阿家给呢，住家多些，住家华南呢。这他营养水没得。黑山这孙子个我操，花江都哪弄到？你别弄这用你都空听不起话那个讲呢。我问你营养，华大东了从3个别心子那生长2回。 2回，这是那个也么都是把根儿的都打起了没？么个时候我没去海呀给的。我问你，别心子不是过日子也没吃，咱们在厂后头噻。那东都就老没华了，别心子老没在。这是那个。在过厂后头噻。是那个。这一般的，这儿农业只是那个样个了。最可能养活呢，一般这个吃起来呢。那儿收东西子，剩下都不能收过钱，看这个东西，那儿那个些都个最喜欢的那个营养还是一干不提，就和营养大个啷，中午吃不就是啥？吃火就是营养大个啷，吃花那都是个都贵。以前的投资花那片子但是呢，这个你都给抓这个是吧？都花那2个儿子。你去抓啥子？抓了啥个？抓这些没事，如果都吃死你把儿打了了呗。你根儿归瓜。真的是个这营养一个没事，这2个花那你不干就没。花那娃都钱子还是不干的。请到豆牛猪就是帮营养。一干你看着你都皮了个啷，今年能没那个菜的。都是麻豆把儿了。麻豆是说。麻豆的。这今年把儿个都跟起名字讲3不呢，他给咋个3不呢，7那不呢听不些。不可以不了。都直接花那不，我这个直接跟futuro无弄的。速度慢。我可以直接futuro个门儿弄futuro啊，门儿弄futuro这你说弄碰都不就是了呢？有人胡弄的，有人胡弄会根儿那呢，你别其实呢内关不个呢，没得把人。那会上那个早上还个有弄呗。退化嘛你挖开给，感觉挺大的块送给，但是你怎么做那个？现在我就花那么营养是10块9了，红土是了没？营养个花了那个国家签子那还过得去futuro些，这个营养有大了没？营养有啥个？是那个都花了几有花了是那个么的，可是大个了没？这吃苦瓜过点儿了，够一么噻？年龄性的吧，中午吃吃苦瓜过点儿了呢。苦瓜过点儿了我花了就干那不知道嘛，都能把老钱上上了。还几个不提就胡弄的，听到个儿那是啥个呢？我没你很散了。都7、6个子着了没？7、6个子只是吃了没？我要么吃白那年是就是白那年吃。光其实你吃了那个。要钱了光，这是个大事。有时候这大生老爷领着光没，家都不有块。有个苦在这那儿他苦开个了。那儿他葫芦头了。葫芦头。他倒是那个。这油儿搞了没听到？那儿有。花了油儿呗。油儿了没？之前弄就啥子去花那个油儿那些。是。那个油儿6块。油儿那个都真的是干的个儿啦，叫内关叫那灰色，他但是那灰色那拉开的个儿啦，好了装上，还过去营养些。给去多个2块个儿啦，好了点是不是？你那儿收了，那儿都养收了噻。收过你上光咋赔了？就是还过你人家军工部就是我听到啥收东西，那个汉贼东西。上荒你看看你收。我如果真的啥收，真的几点收了，这不拉是人家拉开些，人或者汉贼我们该是你赶去去不是说没？赶去无论拉去都拉着去速度。赶去都收东西了嘞。最近那个传输些可能嘛17个少年就完全。是他不是上花咱就发皮个那上面的。发皮个上就有钱的，有的嘛去的这个听些去的老嘛。就是抓不个那上面都是配那点那上面。见到配那不见到不如弄的去。是这样。双方都收那个才是弄的，但你这个嘛的，传说的就可是说嘛，实际行动里面这个弄的了。但是这那会儿对你这个成团抓着没？是抓着。中午站你自个儿他那个抓着没？对你干嘛看你人都个抓着没？星儿会抓。这个运动会儿都给抓起来了。运动会儿我说会儿你那个赶紧尿尿，你吃饱个不用，我吃饱去拿头那个去种去吃。大家是到那干部那吹吹就上铺嘛，赶紧去，跟那个赶紧去了，种那个去种个四花的去。四花给你压个这样子，大家都最辛苦了。不，马大就肯定。跟主任没吃中午餐呢，马大就那个中午餐呢，万一那个大哥你大子装不下抓那小脑，就是我大把陈仓骨卷儿，但是人家是人家花那是到那拿上的花嘛我弄，至少花那个油儿是路，挖开会儿个种挖开，大家个胡啥不从那个种是什么？就是请人家中午餐的是
看你风个花钱你水果狗是那都大的好花零钱挣的，我这个花篮你狗给你不把了，好了，这活儿都不办。当时你们那路花那个是这，就回来了。这谁对角没意思对吧？上辣椒没？上辣椒没见面，汪吃辣椒呢，这里给哈啥都如果吃没看那挺行的，然后呢，这吃呢给哈啥都如果吃没看那。成没了。用腿整了，哦。这是个双脚晃两三个拉开了。像我那，澳洲去给你成跟那软着给你一挂中长花辣椒成。中餐啥子？中餐你个忙着花辣椒摆。中餐呢，你一个都要小，你肯定老花了怪身上吃吃。这听了花辣你着来说。运动活运动。运动完着来说。我你自个儿你噻。自个儿你还是这你炸点你炒木手烧你胡嘛，都是我你不录起个味儿，你两个花辣椒来说。两个花辣椒。哦，那你干嘛看你给你？干嘛看你还是这你要小，你陈北湖嘛，看我了没个？陈北湖家你么的嘛？陈北湖你嘛家你嘛？麻烦。那你可以包你。还是两个花辣椒。一般你两个手指就噻。一般花辣椒两个是了买，三个是可能是7.2倍意思。7.2倍。你那就抽几天儿了。1好了没？现在2了没？现在1就帮起1呢。那个2没地姑娘光今年。好嘞。那哪儿抽奖就哪儿抽他年怎么的了？你年。汉子如果天儿去到90后头呢，你新严公司。好嘞。说这汉子我们你哪儿抽奖哪儿抽奖。肯定哪儿抽奖呢？哎，这汉子把这个不成了哪儿抽奖呗？这个点儿啥？大家去年的下面的当时是国家名的那个那个当时是大家可以去干。这哪儿抽不呀？反正成个不那个呗。这个这儿是那个这儿把这个这个，这哪儿抽啥多钱？反正哪儿抽就光是要么参那个很光没。个花那个都大家是个参那个了呢。花那个了没？当时是17年。这哪儿抽奖是个包没？那个家的方向的嘛，但是咱的北边方向面的南边个的吧，那大边的葫芦吧，大方向的直接说这个，咋一天天抓姑娘？这不就叫？这老年婆子起码那很好儿，可以么好儿？你好啥什么的？你个婚姻的花款点一不？现在你，花了你对面是多大？是跟牛都大的。牛都大的，国家牛都是嘛？国家牛都这么。国人牛都还那边儿的。国人牛都跟国家牛这就吃米包嘛。牛。跟山庄的米包嘛，杨氏青杨氏周木产就挂干净的几年个了嘛。这前面这起一股块儿，这几万就是大人的。我听懂了，对营养当主不营养大是啥不？他大比啥西了，葫芦是的西了。葫芦是啥不？啊，你们个个。有的西江都打是你青儿花儿的抓啥？都是个跟提别的嘛，你看都是了的。像比如说那玩意儿个是个嘛，你看都是个正儿八经，都花了不便。嘛，你看上的在。嘛，你看着那边的那个打是跟那一个嘛那个米不？哦。提别呢？提别呢。听到那个嘛年嘛10年用肯定快听懂那个你的。啊，你估计哪儿都口哪儿一般是肯定上黄噻，上。是嘛？啥是这种呢？上黄的是那个都是皮拉布的，是啊，就是在啥上黄就经过手机边儿那个嘛，我就发苹果了，那个可以弄些。这今年去详细情况我经过啥事上还得另去看嘛。哦，就去浪盆多。去浪盆多啥就这么。到村里去开了个就。跟咱们宿舍了没？宿舍了，因为个今天那块是不还是干呀？那块菜馆儿这馆儿那是干的。旅馆没是这好看的。这个娃去吃不着娃去看了没？上那都是那啥的。上那都是这那会啥个有名都方便的，那会是哪去去了嘛？那会你最早哪样就去的？最早我们都吃不是个种上那会跟他去的，这意思是这。啊，你个见好啥娃去哈了没？这个吃不啥娃去哈了呢？那个娃去哈大过去是那块儿。搞了哈了都找那个了没？哪个了没？这个不叫那个叫那天。哦。这收到有了没？都开马路那个嘛。花了你那个时候嘛，花了我去地方了。你的地方老在那口那个嘛。我那8个了没？这公园的节目了，不吃都去，见会儿不是不是。吃俺家不是养过嘛。哦。这癞蛤蟆蹦下去了，那毛给蹦下去了，也没听过。因为咱家娃吃了是那个过程。这传说但是那个城里去传说个就是路易那个是到那。没适当的今天爬起来，我打的那是路易这红黄色个儿加个板儿了，只能板上爬个下上到那行头，回头爬个东西，回头开始去看去，听去可能嘛花了些没，花了还就没路易上手不好的，这叫。我那周末穿个啥呢？那个大东西吃不花嘛不？现在没干过呢。周末吃不去，吃新我没意思。那个意思嘛。那个我呢不开哈回来了这。不干过都是真的。都花了7、
茄子上喝。茄子那像烟条上都都知道红不拉个弄的。哦，那个嘎斯那这不啦，里那嘎斯那直接10多块钱的，我现在不10万那也皮的收了。不是俺这个啦，一个我没吃。一个哦。一个那见到皮的一摞。一个那个他不是。根都是啥皮的，个根都是那如果这放口头好像是快门个弄的。哦，我感觉他皮不大着，俺就不会弄皮了。炖大那胸脯的那皮弄。我感觉米东西得到了不是？哇，这个米都是要那个和心经都当然，和心经我这边就很简单。都吃了这个都有嘛。吃了一个那个，跟那是比那个保护上讲啊。护身可能没个。哎，就是。营养都都是它是这黑嘛。而且那你这。你都不知道叫没有？都不知道叫。哦。你们都快来不噻，快来不噻。那我都跟着我们也个。这不。这我这个就是后头不啷个，都说这个不啷个。你别这现在看见个这50块这要那姨妈天天去吃那个脏人个，把个苦燃水不过听啥，那哪转去过？啊，像我这太多的事情了。这事情我们大家约呀，大家都是打算个办到啥子，大家讲实行，大家就是讲，万一日大跟够啥，跟够啥，车打起送公司。日落一说大概送公司。听啥我打算过？我打算过人家，人家这啥都3、8斤的。这个概念嘛，我是监管我都吃不上是哪块就你最后是抓上都大概几年门儿知道吧？几年门儿这。结婚前面的结婚签不上。我说你新世贸开放改。开放给大家才要讲完。还请了很多很方法弄不完。当时听那个后来那个还，亚个中老师那还专门还，公安没有啥回来这种课说。现在把你投用是在投个专门花上去了说，我后来不弄。当时人都这会儿都没事儿的人子呗。这几年有你事情啊，谁就是都不管你事情都是就你钱吃多。那循环天吃短。黑了这个。黑了送过，花东去干啥讲？如果这都是门干是能做，可能都花去了谁？但你还挺节轻了咯。事儿都得清了个。这突然间才。反正是花东去干都还是阿朋友都那每年没事有事儿弄的，肯定给他。你还是你大东山你周围你还是。但是你妈你其实这如果你那拉点儿过你拉那个自个儿拉那个会儿过就不用拉的。大家对面呢，去拉天气不就这样的年轻了讲呢？跟着年轻了是吗？妈，你就是个我那换那个没事收拾门换那个。我老吃啊，我那忽然现在还是苏铁背去了。苏铁背就是苏铁肉呢。把那全年孩儿啊，你们就是弄的那个。我自个儿打把老包听个不懂。咱我对你花了国人面的点有可能你场合都啥事？那养都空归大你才营养水着。但是你营养吧？50块你花了吧？50块那个比热啥花了吧？比热啥花了？但是你自己都营养。花了呀，那个都嘛个这里是对。跟你要么了，这你出去你都多，50块你肯定不呢。你亲家两面亲家块，你不得你个多块，楼梅块，还那个猪青块那个块，家务你是，后年你给你家人讲，这爷们儿过去点边儿过去跟真是花了不讲。这吃猪呗，跟传说过呢，几点上马帮，几个香树都录了，都能着。几点下马帮马特的这些过呢，做动手三些手过呢，上马下马方向，这收铺收过，这是那个跟传说过过。这个你大概就有了没？这个人气几事儿没？后年那个花了都那个不安排那个讲，亲家都个背那个讲，这个人这几个讲不了讲，你一般些多少少是讲真的。真的嘛？那我看弄啥年嘛光？光大是你能到。别人喝30号30块营养了。营养嘛。大部分都有个营养。营养是可样个？那个有些人那个那嘛，你冷头过这会儿还讲。30的挺嘛。但是30你的营养嘛。但是营养。营养个10可能几个讲。营养跟吃上下嘛，10号啥子跟最起码多6克是的嘛。最像什么没？营养嘛，个营养的一刮关开始了。跟吃牙就让克是嘛吃。那个他们这几年不是20个袋儿就够了，其实。那就讲起来。我家呢，你是营养弄好，到你都打工为的这个块，跟营养跟活都那个，可能啥跟营养没去。这营养你都讲事儿了。18个了，王家营养高头了。那你讲。营养他的营养那是过嘛，肯定不哎。文家人。俺们那个头老很多啥还是，没那个头那传号骨头成他们那个头那啥还不搞的嘛。那个
在国面是可能嘛光哇，花了是可能。过，但是现在我那花了只能空嘛，你娘娘的花了不太就是军控那个了是。跟你讲怎么结婚中产段国家你马家你儿郎花去给你个活捐到，儿郎花个这是哪个呗？宁个过来，马你去宁个问到，跟米多少那是？你别70不是那边吧？你别70那边个丢啥都是去按着年多少？就那种给吧。对，这点。7、8年，10年不是办。10年不是啊？有的了，你跟些花那个钱真这个兄弟用，但是不是到了很多人那是那儿郎一定花了的资本的，跟没有关系事儿嘛。当很家你忙的不？国家呢，电信那个老大个干的嘛，国电信呢，跟没有关系事儿嘛。花那我还吃好了，你的钱子你吃个回，味叫命那些军工你吃了花送你过没？钱子你吃个回，这钱子那个他是的，吃个多吃卡钱。因为给牙个这号是那顿都这号就是。过嘛，你们是这没有的9公司牙去你个号把是。就平常都多嘛。那顿都不着嘛。着。该对面是牙个号就是。牙个花那号吧嘛，就是花那号就钱子你吃个回。该花那号不该的钱子不上。这个哪像你个水给交那号吧，感觉有些。比他讲可贵。这牙那个人家这比他在这军工就专门个手机吧的。给搞啥个那跟那军资资不会特别特别。军工花那上的光。光没。经过大家这不习惯我们。不习惯嘛，上个那只是照没。是照没听那个牙去80两次是子。哦。听不着。因为就跟你讲投入回个着他。这是可能是我就花了那些年，现在相信过这个。相信过嘛？你不干那顿都是跟丢的好人那多少对不对？钱大个贵着，去捡到钱去给啥鬼丢的那个没，这丢啥修缮我们。好嘞。军工花到啷个噻？就跟着玩花，只是啥个丢的吧？呀，那儿郎也军工就在那上你去多样式的。哦，跟就是啥叫二郎人就是这么丢回。哦，对，跟你人呢，二郎一拨了把个小二郎花个小小那么丢啥？跟你人呢，这个是都路上说那个护身符，那个二郎花一个拿上弄的或者用户用的。哦。这个你花了这个比起。跟你没拿13年的二郎花。这个比起个就讲到比起那个就讲到花篮头，但是讲到花篮或者二郎花呀，都类似那个护身符、护身的、护身床都贴不没。楼汉上过到63、55的春天大回来个呢。洗净不净。听个二郎花跟那是啥个叫嘛？我刚好跟天天都二郎给丢的好张面了。这都家听人家讲的，该简单的个会儿。二郎也别个二郎丢的好就是这个。都我宁单的送到省长人都给别人国家都给。啊嘞。这你个国家的嘛嘛？马家多。马家的嘛，蛤蟆家嘛上马家。你看那里嘛？蛤蟆家多。都这个或者牙个啥的可能会新人的了。要么那这帮公司顶个嘛二郎花宁个丢的好像钱子你这个兄弟，这楼下你没有管到好像还吃好那样的，跟我都还亲家嘛，其实。那个在国面那会儿上的贵。对你娘娘也是啥人？娘娘是长子，他是心儿我这个成就了，这个娘娘嘛，啥娘娘是过。都肉了嘛，都肉个四郎爷、龙王爷一块帮完。真的长成就了这个嘛，成就了这以前上的是也农婚的，这包在广的。广。是那个年鉴贵了嘛？年鉴贵不？不。跟狗都是年鉴贵的很。跟狗你打算你去哪就是讲？咋玩那是？是吃个嘛？啥肉你个帮算天是贵贵那天，去哪里去？贵不？那咋玩吃那个吃个嘛？这不知道吧？这不用的。大宋王都打宝贝吃。以前就是很多天狗不算起2个胡椒，炸弹我都胡椒，当着下就是人家炸弹我了，把我搞不得哈，后面就是跑去去个三门环了，也人，也人。年轻人都在就是把公共这个这不吃糊的狗儿买的这些个，可能几个那很不糊个什么，家里的可能5、6、3路都把那些5、6几过。听个人倒是，么子的就是这楼上都那个讲，楼上骆驼上两面啥年轻人是为了弄，楼上的事儿啥把儿弄，2个灯块儿哈，把儿弄干这个手机了，你个干手机中了你给有啷这正别去出库，让那会儿啥，花儿都是心儿着没有，都直接花儿都是空没。花儿都是他那这快这个手机了，你们个块儿了。那卡块儿了。块儿是裤这个花儿都块儿长，跟不个开上市去了了。不是跟去了，这恁个行头转。但是以前就可能不是恁个那直接空气可能挺强。也不太强。咋玩这那个是怎么强了？这个跟那国人的互动了，跟这没得讲了。他说了，他不咋说那个国人的互动了。
这俺国人孙子是别把是那，从他儿子老苦的里边中，特个这个些他俺国人孙子可忙，春儿的那个这里边是去年是那个说那就那么个时间，请了那上空个儿都会他那个现在没了人知不知道？这个儿子也是，这个儿也怎么着？这大什么都老办。说了嘛没？这民主车子。民主都有。民主但是呢，이번에 이런 것이 나고 싶어는. 지금 스타일이 왜 불린다 없지 싶어. 언제 안 먹었어? 민주도 좀. 민주도 좀 봐. 민주도 다 좀 전지도 무슨. 수칭 신나고 같이 싶어. 그래. 연극 시절이 뭐냐. 하이가 아구르고 넣을 수 있어. 지금 버리고 넣을 수 있어. 근데 아구르니 가르치는 다 받아줘 먼저 더 본적 봐죠. 자. 진짜? 스틸라니 셔. 진짜도 없어. 스틸라니 셔.这不来你说这个么是哈浪子是发生的？不是，俺那姑娘你必须说，这次那个。啊，我那王家都是单球的那个回走。对了。